대개 드시들레 大家好， 콜리아가 주 롭제 전부로 폐입시대 트위기 샤미아 니 롭제 김산 시대 트위기 前面我们学习了到藏族家庭去做客时的常用语句，那么我们对藏族家庭有了一定的了解。今天我们就继续家庭这个话题，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家庭方面的藏语句式是怎样表达的。说起家庭，人们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你家在哪里？ 랑기나 가봐유 你家在哪里？ 랑기나 가봐유 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里？ 랑기나 가봐유 你家在哪里？ 랑기나 가봐유 你家在哪里？ 如果说我的家在八廓街呢？ 니에나 파고낭의我家在八廓街。 你呢？爬火哪里去？我家在八廓街。你呢？爬我哪里去？我家在八廓街。 니에나 파고낭의我家在八廓街。 想具体了解一下别人的家庭，您还会有这样的疑问：你家有哪些人？ 낭라 미 수수유 你家有哪些人？ 囊了你素素语，你家有哪些人？你家里有哪些人？拿了你素素语，你家里有哪些人？ 낭라 미 수수유 你家里有哪些人？ 那么我就要具体介绍了，比如我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 니에낭라巴拉塔阿姆拉特东中木吉语我家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 年拿了巴拉塔阿玛拉特东中木吉语我家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拿了巴拉阿玛拉中木吉语我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 낭라巴拉塔阿姆拉特东中木吉节语我家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 您还可能问别人：您多大年纪了？ 랑罗卡最音吧你多大年纪了？ 让罗卡最音吧，你多大年纪了？这里让罗卡最音吧一般用在青年人和中年人身上，那么长辈就不能说了，你应该说 키랑广罗卡最音呢，应该用敬语。让罗卡最音吧，你多大年纪了？让罗卡最音吧，你多大年纪了？那对方有可能关心你是否已经结婚了，也有可能问你：你结婚了吗？ 랑 창사 겹差别你结婚了吗？ 让枪斯给差别，你结婚了吗？让枪斯给差别，你结婚了吗？如果说我还没有结婚的话，应该怎么回答？ 拉米还没有。拉米还没有。 拉米还没有。 你想关心一下别人的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你可以这样问他。 랑기巴拉차례 가르는 거였나？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랑기 바라 차례 가지那个云呐？你父亲做什么工作？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让去巴拉掐列卡日能给云呐？你爸爸做什么工作？你想知道别人家的房子有多大，你就可以这样问他。客车能加起来云呐？你家的房子有多大？客车能加起来云呐？你家的房子有多大？客车能加起来云呐？你家的房子有多大？最后，你可以带着羡慕的眼光告诉他：你们的家真幸福。客车金家，我那第几日多？你们家真幸福。客车金仓，我那几不热度。你们家真幸福。客车金仓，我那几不热度。你们的家真幸福。客车金仓，我那几不热度。你们的家真幸福。客车金仓，我那几不热度。你们家真幸福。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于家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式。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重点学习4个句型。下面我们要对重点句型进行替换练习。第一个句型是年囊卡巴卡巴了月，我家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北京，北京，我家在北京，年囊北京了月。年囊北京了月，我家在北京。比如说天津，我家在天津，年囊天津了月。我家在天津，年囊天津了月。年囊天津了月，我家在天津。比如说日喀则，我家在日喀则，年囊西个字日月。我家在日喀则，年囊西个字日月。年囊西个字了月，我家在日喀则。比如说功德林，我家在功德林，年囊功德林了月。我家在功德林，年囊功德林了月。年囊功德林了月，我家在功德林。比如说拉萨，我家在拉萨，年囊拉萨日月。我家在拉萨，年囊拉萨日月。年囊拉萨日月，我家在拉萨。第二个句型是年囊了叔叔月，我家有谁谁谁。比如说爷爷，我家有爷爷，年囊了波拉月。我家有爷爷，年囊了波拉月。年囊了波拉月，我家有爷爷。比如说奶奶，我家有奶奶，年囊了莫拉月。我家有奶奶，年囊了莫拉月。年囊了莫拉月，我家有奶奶。比如说哥哥，我家有哥哥，年囊了肩不月。我家有哥哥，年囊了肩不月。年囊了肩不月，我家有哥哥。比如说姐姐，我家有姐姐，年囊了肩不月。我家有姐姐，年囊了肩不月。年囊了肩不月，我家有姐姐。第三个句型是年巴拉卡着卡着谁，我爸爸是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农民，
捏巴拉行不行？我爸爸是农民。捏巴拉行不行？我爸爸是农民。捏巴拉行不行？我爸爸是农民。比如说工人，我爸爸是工人。捏巴拉索不行？我爸爸是工人。捏巴拉索不行？捏巴拉索不行？我爸爸是工人。比如说干部，我爸爸是干部。捏巴拉列记不行？我爸爸是干部。捏巴拉列记不行？捏巴拉列记不行？我爸爸是干部。比如说编辑，我爸爸是编辑。捏巴拉总记不行？我爸爸是编辑。捏巴拉总记不行？捏巴拉总记不行？我爸爸是编辑。比如说教师，我爸爸是教师。捏巴拉给言时，我爸爸是教师。捏巴拉给言时，捏巴拉给言时，我爸爸是教师。第四个句型是俺住对港卡里卡里，我家的住房怎么怎么怎么。比如说不大，千不米吧。我家的住房不大。俺住对港千不米。我家的住房不大。俺住对港千不米。俺住对港千不米。我家的住房不大。比如说很漂亮，哈家您就不约。我家的住房很漂亮。俺住对港哈家您就不约。我家的住房很漂亮。俺住对港哈家您就不约。俺住对港哈家您就不约。我家的住房很漂亮。比如说有3间房，看吧，可米送约吧。我家的住房有3间房，俺住对岸了，可米送约。我家的住房有3间房，俺住对岸可米送约。俺住对岸了，可米送约。我家有3间房。比如说还可以，我怎么约？我家的住房还可以。俺住对岸，我怎么约？我家的住房还可以。俺住对岸，我怎么约？俺住对岸，我怎么约？我家的住房还可以。刚才我们学习了4个比较重要的句型，那么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키랑 총스크린 사배 깁사 총유에 초英语就不当穷捧着 콩이 민 가르스요래 明明这些问题当朋友们的重视的 콩이 로 가슬리요래 就逻辑当穷逻辑的 这是 원도 로 짜주요래 主要的了。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接触了很多新的生词，那么针对这些新的词汇，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这些词汇。洗吧，第4。洗吧，第4。kimcha 家庭。kimcha 家庭。对，住坐。对，住坐。休住坐。休住坐。卡巴拉在哪里？卡巴尔在哪里？
파고로 빠고제爬过了八廓街，月有在月有在能加能加叔叔哪些叔叔哪些米人你人巴拉爸爸巴拉爸爸阿姆拉妈妈阿姆拉妈妈舅母妹妹舅母妹妹罗年纪岁罗年纪岁枪是给结婚枪杀给结婚没没有没没有卡着什么卡日什么两个工作两个工作康巴房子康巴房子千波大千波大吉布幸福吉布幸福 Kim 家 Kim 家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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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错你们 K 错你们功德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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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拉爷爷波拉爷爷莫拉奶奶莫拉奶奶你我的你我的肩波哥哥肩波哥哥肩末姐姐肩末姐姐醒吧农民醒吧农民锁吧工人锁吧工人中这吧编辑中这吧编辑烹饪排行烹饪排行德康住房德康住房宁吉不漂亮宁吉不漂亮卡谢几个卡谢几个金钟兄弟姐妹金钟兄弟姐妹安妮吧老二安妮吧老二宽错他们宽租他们落这儿着上学落这儿着上学他妈父母他妈父母念土一起念土一起你两个你两个仆男孩仆男孩婆母女孩婆母女孩卡翠多少级卡翠多少级级这希望对扎希望对这希望对扎希望对种木珠穆瞩目珠穆侵略多大侵略多大切瓦大的切瓦大的给八给八琼瓦
小的。chung我，小的。习，四。习，四。前面我们学习了家庭这一课的主要句式，还有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如果您掌握好了，我们相信这些句式一定会让你更加了解您所结识的藏族朋友。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节目内容，再见。